越南北部连续几日天上大雨，台铁的并溪线地基流去，就要等到11月才会通修复。台铁是表示，虽然全线是以公路客运来代替，也毋过因应公路连假这随风往回10分的所在，也是有火车通坐。铁基路一开始空的边看土石，一直予雨水冲走就登去至村局部的点卡路边度，比前一日离旁搁较大，随时有撞裂风险。趁雨势等候代替工务团人员到现场，因为房内所在无连外道路基固甲土，爱修几道车分散，爱到11月底才能抢修完成。因为那边没有堵线、堵方案这些要由铁路再进去现场去施助填补。并溪线停驶，代替启动公路转接，透早被九路客到随风车站来等载起第一班，用要客班。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提早一点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我们上班也来不及，下面也来不及，所以就很困扰。交通时间会差多少？差一两个小时，柯南这几天。代替表示，10月24到2日3天连续假期，并溪线会使随风到10分之间，10分到正通之间启动公路转接，所来去平常时也是全线停驶全力抢修，用公路转接来代替。南北季风影响，特别是山区一直落大水雨，山区道路亲像河流共款。阳山景山路这个需要面体，当土壁被冲坏，大片雨水树啊崩塌，阻断青山路工作人员冒雨清军，第23载起先抢通电线。私人的挡土墙坏掉了那这一部分因为它是属于私人财产。那因为影响到公共安全，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找地主来了解。从今天白天、今天晚间、明天白天到这个明天晚间、后天清晨这一段，看起来通通如果是在这种北部、东北部地区，看起来雨都还是会持续的下。气象署表示，东北季风影响3日连假，北部、东部拢是落雨湿凉，到2号雨势转好，暗过北东一万大雨，自日开始东北季风过增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